由台南市三线慈善会所发起的庆端阳关怀弱势慈善爱心活动，伫今年正日第6天。这次募集的善款，除了由慈善会25000块之外，其他拢是来自56个善心人士以及单位团体的捐赠，并发送给北区区内弱势民众。这个活动，因为阮爸爸都无好，今年90岁生日，所以我们扩大举办，总共要捐赠336户的里民，每户现金5000块，总共168万。这次的募款金额甲发放人数拢是上济的，目的就是爱互弱势民众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。当中特别讲的是，三线慈善会创会会长桂清汉今年大贺90岁，伊也大方捐出50万，互这需要关怀的人。今仔日伫遮办活动，也是关怀咱弱势家庭的边缘户。拄啊今仔利用我生日，所以今仔我捐出拢总捐出80万，互这弱势家庭，互因大家会当快快乐乐欢喜。北区区长李鸿兴以办活动写真来表扬三线慈善会的爱心。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惠也代表市长黄伟摕来到现场，感谢因甲政府协力合作，共同关心社会弱势。最感谢的还是我们三圣慈善会，咱的创会的会长，咱郭清汉会长，也当来召集，从105年开始的对咱社会有一个公益的这个贡献，所以还是再次感谢我们民间的帮忙，可以公私协力，让我们的弱势团体得到最好的照顾。感谢我们三圣慈善会还有其他的友会共同的支持这样子的一个活动，让北区的民众能够在现在目前疫情刚过这段时间，能够感受到我们社会的温暖。北区国公所希望会当透过这款的爱心善举，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，让社会各界持续投入公益，传达关怀甲爱心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